sell 嘢要 sell 到好似葉問打拳咁勁，有方法。大部分嘅人咧去銷售嘅產品啊或者服務嘅話咧，佢哋會講呢啲好處、呢啲好處、呢啲好處 A、B、C、D、E 咁樣嚇，不停咁樣講所有好處，但係佢冇去聆聽到其實客戶嘅需求。其實我哋喺銷售裏面80% 係聽，20% 係講嘅啫。當你願意聽嘅話咧，可能咧嗰個人佢話我買樓咧，咁我就想呢一個嘅交通方便啲啦，養到寵物啦，年齡樓齡咧冇咁高啦，落地玻璃啦，不過落地玻璃好重要，我好中意咧落地玻璃睇海景啊，廚房咧都唔使咁大。好啦，佢講咁多嘢，你能夠聽到邊一句？或者你問佢嘅時候，邊一個係最重要呢？原來係落地玻璃睇海景係最重要。好啦，咁到我哋去銷售嘅時候，可能呢佢話個樓齡舊啲喎，樓齡係舊啲，不過落地玻璃睇到海景喎。嗱，跟住可能呢佢話呢度好似呢養寵物呢唔係咁方便，唔係冇咁方便嘅，可能要另一條樓梯走嘅，不過可以落地玻璃睇海景喎。呢一度呢好似交通唔係咁方便。就係交通唔係咁方便，所以先可以有咁大嘅落地玻璃睇到海景喎。嗱，我哋要好似葉問咁樣，唔係不停咁樣打。葉問咧係一拳裡面只係打一個嘅，我哋叫做痛點位啊咁樣。只要你不停打中佢嘅需求點同埋痛點位去解決嘅話咧，咁你所有嘅生意咧就會迎刃而解，全部都能夠贏晒，可以做咗一個好完美嘅交易啦。一齊喺留言區話下俾我聽，你自己明唔明白？好片記得俾朋友